先生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2页。解说甲正文第12页，对头顺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1节。解说甲第11节，就是解说甲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就是说明事理是圆融无碍。下面讲起来自由，心体无敌，即是不即。起来自由，就是讲无论去，无论是来呀，拢都是自由。为什么去甲来会当互来得到自由呢？这就是因为有体会到理事无碍道理。因为体会到理事无碍道理呢，所以才会当互来得到起来自由，也心体无敌。就是讲，你若是依着不即的智慧来受一切万行，也若呢，无论是咱手的动作、脚的动作，一切的动作呢，拢都是自由自在。不但是自由自在，而且呢，也拢无迄个踪迹，就是讲，参于讲迄个船行过，也水无分共款。一切呢，拢会当好来运用自如，拢呢一点仔囝都无障碍，一点仔囝都无阻碍。这就是伫遮所讲的起来自由，心体无敌的意思。会当好起来自由，会当好心体无敌，那这呢就是叫做不即。这就是咧说明智慧啦。就是讲，只要你若是有智慧，你会当回来了知一切即个一即一切，会当回来了知理事无碍，也拿呢起来自由，生死自如，心体呢就无敌。这个敌就是停顿、障碍、阻碍意思，就是讲你这个心都袂去受到阻碍，心无看碍迄个所在，就是智慧。假如讲咱若是无智慧的人，处处执着，处处咧当然都是障碍。有当时咱在真正客观一个旁观者来看，看人一个闹是非，看一个闹意见，或者是看人伫伫咧执着，伫咧痛苦，也即个执着心，你安怎甲伊讲，伊都无法度互来解除，处处呢生起障碍。但是呢，在本身想讲，这是属于天大地大的代志，任你安怎样甲伊解释，任你安怎样呢来去甲伊疏通，根本的都讲袂通。那这就是心嘛，有阻碍，心呢有障碍。甲人讲会当互来了解真理，在这个真理的世界，本来就是无是无非。哪里有啥物款的是非可以讲呢？哪里有啥物款的是非可以来争执呢？所以会当好来了解事理无碍当然就是当起来自由，心体无敌，即是不即啦。这个起来自由呢，也可以甲当作讲就是一种的生死自如的意思。这个来就是讲来出世啦。去呢，就是讲离开世间而去。无论是来世间出世，或者是讲离开世间而去，
拢会当互来得到自由自在。过去啊，有真正这学去修行的人呢，就是有这个本事。伊想要去呢，随时都会当去。那咱一般凡夫众生是不可能啊。为啥不可能呢？就是那种执着心。有这个执着心执着掉咧，就亲像讲一个锁绑掉咧，锁绑掉都袂自由啦，要来袂当来，要去袂当去。假如讲咱人无互你锁绑掉咧，这个天开遮尔正宽，要咱来要咱去，拢无人管理会着啦。锁绑掉咧就无可能。起来自由，心体无底，也就是这个意思咯。只要你会当好来体会，只要你会当了解。当然就是起来自由，心体无底，这就是不解。地平讲善知识，一切不解谛，该将自性而生啊！不将外业，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讲到这，慧能大师搁再称呼一声讲善知识啦。讲一切的不解谛呢，拢都是将自性而生。讲这个不解谛呢，毋是将外面而入啦。所以呢，莫错用意，毋通呢错用心，也就是讲你毋通错误解说，以为讲这个智慧啊是从外面来。你若是无错用心，这呢名都叫做真性自用。这个真无希望，叫做讲真啊；性就是讲无改变，叫做讲性。真性，这就是咧指咱人本具的心的本体。一只慧能大师真正明白甲咱说明，讲所有的不解智慧啊，拢是将咱自性而生，就是将咱自己的心性所生。这个生呢，不如该讲就是启发。安怎讲启发呢？就是讲咱的自性本来啊，就是一个不解的本体。啊，这个不解本体，若是在咱众生讲起来，咱呢无发生迄个作用。经过善知识的开导，就引发咱的自性不解妙用出来，就是讲该引发出迄个作用，启发迄个作用。所以咱来该讲，一切不解不解谛，该将自性而发。安尼，或者是呢，这个意义啊更加明了，更加互咱容易直接会当来体会。讲这个不解谛啊，不将外入，这毋是将外面摕倒去来，咱呢绝对啊毋通甲伊认识错误。对于这个问题呢，咱一般的社会教育家呢，在目前啊，迄个主张啊，也甲咱佛教者所讲的共款。咱佛教就是讲，人人啊，本具有灵觉的佛性，啊，就是讲每一个人拢有智慧。要有智慧，咱现做是会愚痴，就是讲迄个智慧呢，无甲伊启发迄个妙用，就是讲无互迄个作用啊，来显现出来。无有发起迄个作用，有迄个体伫遐，但是呢卖不掉咧，无发生作用。所以咱这个教法，就是要该引发到咱的智慧自性本体的功用迄个作用。所以咱现在时的这个教育家呢嘛是安尼讲法，就是讲咱人本来啊就是有迄个本能，咱人呢。本来就是有迄个智性，但是有这个本能，有这个智性呢，咱无该启发出来。所以这个教育呢，就是启发伊的本能。假如讲伊本来若是无迄个本能啊，
咱要做一个老师的人，要该互伊迄个本领，这是不可能的代志。所以，这个教育就是这种启发的教育，就是讲将伊的本领啊，甲伊启发出来，这款的教育，这款的讲法呢，实在是非常的对。咱即马将这个佛法呢，咱甲伊放在一边，暂且莫谈，就先谈咱一般的用世间后来甲看。每一个人呢，有每一个人的天赋不同。事实上，所以叫做天赋不同，但是按咱佛教讲起来，可以当作讲个人的业力不同。因为这个个人的业力不同，有的人呢，伊的所知种较轻啊，所以呢，就比较得靠智慧。有的人呢，所知种较重呢，可能就较愚痴。因为伊这个障碍甲伊障碍掉咧，所以伊的智慧呢，一定有一个智慧极限。你伫咧甲伊教育，只有法度互来启发伊的智慧极限。因为这人智慧到啥物所在，你会当启发遐出来。因为伊只有遐尔，你要搁再甲伊启发较济，已经无可能，因为伊无啊。因为在伊头脑底无迄个物件。但是用咱现代的名词讲起来，会使来甲伊讲，伊都无迄个细胞啊，伊的细胞都到遐为止尔，你都无迄个物件，你要来甲煎迄个物件出来。等于讲都无油，你要煎油煎袂出来啊。所以平平要教育讲起来，为什么平平受迄个教育，有的人呢，遐尼正大的成就，有的人无所成就呢？这个无所成就，就是讲伊的天分无够。这个天分无够，那要咱佛教讲起来，毋是讲无够，有啦。但是呢，和这个重重的烦恼啊，来甲伊砍掉，来甲伊障碍掉。所以变成讲无会砍掉，无会障碍掉，迄小部分会当发生迄个作用，互伊砍掉，互伊障碍掉，迄个部分啊，袂当发生迄个作用出来。会当后来发生作用出来，迄咱一般人讲做叫做天赋。就是讲，咱本来咱所有的这个天性，就是讲先天所带来。假如讲咱若是无这个先天所带来的这个知识啊，在这个后天上，你要安怎甲伊培养啊，实在是真困难。当然啦，咱有这个先天所带来这个天赋，必须要搁在后天的培养。这个后天的培养，就是这种启发。也就是顶一则所讲的，该将自成而成不将为业，毋是讲将这个外面互咱的。所以这个老师伫咧教学生呢，就是将伊的天赋来甲启发出来。伊若无迄个天赋呢，你安怎甲教？我相信呢，不可能的代志。只是咱现在是教育家呢，也有成绩的事实。所以，一个人的天赋偌济呢，一定就是遐。那这呢，你要搁再甲勉强也无可能。将这个所在，咱爱来去摕来应用，就是讲，咱对一个人的要求，咱爱看讲伊这个人到底是到什么程度。伊这个人的程度都有到遐，咱当然甲要求到遐。伊这人程度无到遐，咱甲要求变成一种无理啦。尤其是比如讲，咱家庭的父母对待子女嘛是共款。咱了解咱这个囝，伊天生所带来伊的聪明、智慧、伊的能力，都到这个限度了。你别个要求伊，无可能。本来呢，伊都无啥会晓读册。你敢若强强叫伊讲，你著认真读著爱去考大学，有可能无？这无可能，因为伊无迄个能力。但是伊无这方面的能力，可能伊有别项的能力啊。虽然是讲读册含慢写字袂晓，但是呢，你叫伊办代志可能真够。或者是讲伊这个人呢，都有即款的
对机械常识，或者是讲对机械方面的趣味。所以呢，你叫伊讲去看册，伊袂晓看。但是啊，凡是迄个工具拿来一台电视机，甲你绑了，搁小搁甲你斗好势，物件歹可能也甲你修理。那伊天赋就是在迄个所在。所以咱现主是教育呢，真正注重讲，看到每一个人伊即个天赋，来随着每一个人呢，来甲培养伊的即个能力出来。啊，就是讲你即个人就属于即方面，有即方面的特长，将即方面的特长甲培养出来，会当好啊，会发生迄个作用啊。啊，伊都无迄项的特长，你培养嘛培养袂出来，你是假啦，时间假了的。在咱一般的社会教育，现在呢，就是趋向于这方面的教育方法。那这款的教育方法呢，当然啦，就甲咱佛教所讲的道理呢，有几分的契合。不过，咱佛教所讲的呢，是更加较根本的。这个根本的意思就是讲，咱的八戒智。咱这个真正伟大智慧啊，这是将自性而生，这毋是将外面而来。咱毋通甲伊解说错误。咱若无甲伊解说错误呢，这就是真性自用，就是讲咱自心的体性所具足的人格的智慧啊，自己呢会当来发生着迄个妙用。下面讲一真一切真啊，心量大师啊，不行小道。咱即马先来了解这个真是啥物？真就是离开希望，叫做讲真。这个真呢，就是真如啦。为什么叫做讲一真呢？无义叫做讲一，不妄叫做讲真。就是讲这是无希望的，这是一种的不义之法。啊，就是讲，这呢乃是属于绝对态的真理啦。真理是只有一个，无两个。所以为什么咱常常伫咧讲佛的心，甲咱众生的心是共一个心啊？因为这是真理。真理若有两个，就毋是真理啦。假如讲咱若以为讲佛的涅槃，甲咱众生的佛性，这是有差别，那这都毋是真理啊。既然是真理，就是无差别；真理就是无希望。伫遮讲做一真一切真，这个一真就是咧指无妄的真理，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如啦，或者是讲法性啦、佛性啦、如来藏，拢可以啦。这拢是属于真理的代名词。讲这个真理呀，是一切都拢是真。一个是真理，一切都拢是真理。这个一真一切真，也就是甲前面迄个一即一切意思共款。用这个真理讲起来，因为真理这是无两个，所以呢，咱世间的一切啊，拢都是在这个真理之中。就等于讲，在海内底的所有的遐个水泡，这粒水泡是水啦，但是呢，别粒的水泡共款嘛是水，这就是一真一切真。或者是讲，在迄个金仔店，伫咧卖物件迄个见本图内底，金鱼糕、金手指、金破莲等等。你甲看一个物件，这是金的。比如讲，你甲摕一个金鱼糕，这是金的。也毋是讲，干那这金鱼糕是金的呢？所有内底遐个，无论倒一项，拢都是金的。无一个毋是金的啦，这都是一真一切真的意思。所以咱这个真理呢，世间万法随便摕一个物件，伊的体就是真理。咱所看的是外表虚妄相，这个虚妄相，这是随着咱众生的妄言所显现的。本来这是无的物件，伊的体是真理。
所以叫做一真一切真啊。讲心量大事啊，不行小道。讲这个心量的大事呢，唔通啊来行这个小道。所以叫做心量大事。这个心量就是个自然众生心。咱这个众生心是广大无边，遍及法界。也这个大事者，总共就是叫做转灭归我，或者是转凡成圣。这个大事，在《法华经》咱世尊有来讲。讲我呢是为着一大事因缘，所以出现在世间。这个大事因缘是啥物啊？就是要来开示众生五业佛之知见，就是讲要来开示咱的众生，使咱众生来五业佛的知见。也就是有佛的开示，要使咱众生当得到五业。使咱众生呢，会当互来转灭归我。所以伫遮所讲这个大事，乃是一种转灭归我的大事。转灭归我的大事，那是在《法华经》所悟者是啥？就是佛的知见。在《涅槃经》所讲就是佛性。《涅槃经》名号做佛律담相。就是讲，一方面，咱世尊因为要离开世间啦，所以重新呢来提倡戒律，使每一个佛的弟子会当好来如律修行。这方面就是谈这个上主真心，也就是谈佛性。所以在涅槃大事就是佛性。那是无量寿经所讲的这个大事，就是讲在无量寿经内底啊，伊个重要的代志是啥物呢？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在这个无量寿经内底的大事。在天台的人王经所上面啊，伫咧讲啦，讲大事因缘啊，为之出世。我讲佛呢，是因为这个大事因缘，所以出现在世间。讲显现众生啊，开示五业佛之知见。讲呢，就是要使咱众生会当开示五业佛的知见，就是要使咱众生会当来转灭归我意思咯。那这个法华呢，是以佛的知见为大事。法华内底，啥物人会当好来悟入佛的知见？就是讲，啥物人会当好来证入着佛的真理？那安尼佛教化众生的大事已毕啦。涅槃经呢，就是以佛性为大事。在涅槃经所讲，就是啥物人，那是会当好来证着佛性。安尼佛来讲这部涅槃经。这项重要的代志，也算讲完成。但是维摩经，或者是讲疏益经，是以不思议为大事。所以叫做不思议啦，就是讲来体悟着不可思议的真理。所以叫做心行处别言语多端。那这呢，就是属于大事啦。但是这个华严经啊，是以这个法界为大事，所以叫做法界为大事，就是讲会当好来体会到这个法界的真理。在华严经内底所讲的法界，有事法界、理法界，有理事无碍法界，有事无碍法界。当然，最悬的境界是属于事无碍法界，会当好来体证到无碍法界真理啊。安尼就是咱世尊在讲华严经的这项重要代志，已经有达成着迄个目的。现在是伫遮所讲这个八戒啊，是以这个成佛因果为大事。咱讲做成佛因果为大事啊。
就是讲成佛的因甲成佛的果，因也是这个心，果也是这个心。咱会当好来体会心量广大，会当好呢将这个体来去启用，也会当好来运用这个八戒来断烦恼了成事。那么这呢就是大事。所以才讲做不行修道。这个修道是啥物呢？修道就是属于空心静坐之类，或者是讲虽然在嘴底下伫咧讲这个八戒，不过呢，在心啊根本呢都无有啊来伫咧体会八戒。那这就是叫做讲做修道。这个修道的意思也可以当作讲，你袂当好体会到广大的心量，袂当好体会到遍周法界这样正广大的心，你袂当好体会，当然就变成讲处处执着。这个处处执着，你的境界真矮，当然呢，你所行的范围也是真正小。这个修道啊，可以讲，除非你会当好来体会这样正广大无边的真理，打开你的心胸，会当好来包含一切的这是非人我等等那么拢会使来个叫做讲做是修道。尤其是咱凡夫的执着有，小乘人的执着空，或者是讲宽教菩萨的执着有所得。这呢，拢会使你甲伊当作讲做是修道。凡是这个修道，就是讲有执有碍，就是修道啦。因为细条路嘛，细条路大台车就袂入去咯，变成都有障碍、有阻碍咯。所以直接讲做不行修道，就是讲不但唔通凡夫执着有，也袂使有异性人的执着空，也袂使有菩萨的有所得见。确实实当好来心量广大，应用无穷。这呢就是属于八戒妙用。最虔诚听众，咱今仔日节目时间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最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